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读做格，格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格是用竹仔边的篮，或者是龙啊、人啊，咱讲是格，或者是格啊。若是讲关猪的人啊，古早讲是猪格；关牛的人啊，古早讲是牛格。另外，个掠鱼啊了后，底鱼啊的器具，咱讲是鱼格。啊，若是底虾仔的器具，较早讲是虾格。这个格较早嘛有做动词，像讲关猪入去到人仔内，咱讲是割猪；啊，若是关牛，咱讲是割牛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摇鹅，意思就是摇篮，亲像是篮的形，互红鸭困，会当头前后壁海叮当，慢个正平倒平摇。第二个词读做虾格，简单来讲就是虾人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这间博物馆展览真侪古早的生活用品，有红鸭仔咧困的摇格，嘛有讨海人咧用的虾格，互人认捌古早人实际生活情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格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